所以，找咱乡亲做来赏花，2个多月这合欢山渡关花季的期间，这部分平常时也是假日上山赏花的人甲车是有够多，真个车拢袂停，就民众家己做一个停车的铁架啊，将这个车停伫中华公路王母岭红线顶，警方到现场去开单。往前，都没错呀。几若台想要上山看花的车，不过因为停车场满，警方只好请这的车辆继续对头前驶。因为合欢山的渡关花季开始，未少人落来看花，煞有人乌白停车。感觉这塑胶笋过比起上山看花的人真多，真侪游客唔但乌白停车，甚至直接甲塑胶笋交过，佮甲塑胶笋弄歹去。因为真侪人来看花，警方伫停车场的出入口，佮有违规的热点菜塑胶笋，要提醒游客禁止停车。不过，所有未少游客家己刷塑胶笋，甚至破坏塑胶笋，安尼行为已经违法。山区道路狭窄，勿将交通锥移走或破坏，故意者可依毁损公物移送法办。即马警方只要发现游客刷塑胶笋，就等于涉嫌破坏公物，会当场罚钱。另外，有民众家己做停车铁架也要停车，想要避免互开罚单。轿车停伫中环公路的红线，而且停车的所在了有高低差。不过有这个铁架啊，互车辆增加3公分。毋但停到真在，搁停伫红线内底。不过家己假咬，也是互开罚单。开坡自小科车停放于设有临时禁止停车的红线范围里面，可以处罚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。在此呼吁各位用路人绝对不要违规停车。警方强调，一定会严格来抓违规停车的车辆，好游客一定要好好啊遵守法规。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